今日上帝话记载有两个所在，拢是伫旧约。一个所在是创世纪第2章18节到24节，创世纪第2章18节到24节。现代中文译本伫咧第4页，台语汉译本伫咧第2页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创世纪第2章18节到24节。后来，主上帝讲，人单独生活无好，我要为伊做一个适合伊的伴侣来帮衬伊。主上帝用地上的土粉做了逐项的动物，甲逐项的飞鸟，甲因带来到迄个人的面前，互伊来号名。伊就甲所有的动物号名，伊甲猩猩、飞鸟、甲野兽拢号名。但是，因中间无一个适合做伊的同伴，通帮衬伊。主上帝互迄个人困当眠，伊困的时，主上帝摕了伊一支的肋骨，然后搁甲肉合起来。主上帝用迄个支肋骨做了一个查某人，将伊带到迄个人的面前。迄个人讲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我要叫伊做查某人，因为伊对查甫人出来，所以人爱离开家己的爸母，甲伊的某结合，两人成做一体。”第二位的圣经是伫咧《传道书》第4章第9节到12节，《传道书》第4章第9节到12节。现代中文译本伫咧旧约848页，台语汉译本伫咧729页。《传道书》4章第9节到12节，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较好，因为两个人合作，效果搁较好。一个人跋倒，另外一个人通甲伊扶起来。如果孤单一个人跋倒的时，就无人通甲伊扶起来，伊就有灾祸咯。两个人做伙困，彼此拢相落。一个人家己困，怎样会当相落呢？两个人合力会当抵抗一个人的攻击，单独抵抗就无把握。三股合成的锁仔是无容易扭断的。今日本堂陈文谦牧师要带来上帝信息是爱殿真歌，请大家恭求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这几天有风台来到咱的中间，总是上帝也保守咱。大部分也拢会当得到平安，得到上帝照顾，有缘欢喜来到主的面前，来献上咱的敬拜。愿天父上帝来祝福伫咱。今仔日也相时是总会所定教社主日，也同款叫做幸福家庭的主日。所以我今仔日要重点放伫家庭这个部分来甲咱做伙分享，咱同心做伙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施落伫阮的中间，你保守阮有拄着风台，但是你也将你的平安赏赐予阮。当阮同齐做伙敬拜，搁一摆将你的疼祝福伫阮每一个人甲家庭的中间。愿主你的话诚做阮的帮衬，也珍惜你赏赐予阮所建立的家庭，来享受幸福甲快乐。献上阮的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家庭是上帝所设立的，也通过家庭，上帝要祝福人类来生团做伙。家庭也通讲
是人也是人类上基本社会结构，同时也是咱信仰、传承、见证的所在。总是建立家庭上基本就是通过婚姻，也就是人伫结婚的中间来建立家庭，代代得到传承。咱看见人类第一个所建立的家庭，就是亚当夏娃因所结成的夫妇。上帝赐予因有囝儿，然后产生这做关系，亲像有阿姨、阿哥、阿叔、阿伯等等这个兄弟姊妹，也是伫家庭的中间所产生。有丈人、丈母等等这个，拢通过婚姻的家庭，上帝祝福伫咱的中间。伫1988年，咱所敬听柯金的牧师对美国倒转来的时阵，伊咧分享，讲伫美国的社会也因为混乱不安，甲家庭有真大的关系，所以就重新看见美国来重视家庭的价值，来提出爸爸回家吃晚饭。我想。这个口号伫台湾过去的时代，也不断咧提醒，讲伫家庭的中间，因为做老爸人为着工作，为着应酬，常常伫暗顿，太太煮甲真澎湃，总是饭菜拢冷去啊。鼓励做老爸人暗时爱倒来厝食饭，来陪伴囝儿，做伙伫邻舍伫成长的中间。领受上帝听甲祝福。伫2004年，美国总统 Bush 伫连任的时阵，也提出家庭是重要美国国家稳定的基础，也因为安尼来当选连任。第二个，咱就知影家庭伫咱国家社会是扮演一个足重要的角色。咱看见，伫咱台湾对过去农业时代的大家庭，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甲孙，逐个人带做伙，到伫今仔日就变做一个细细两个人翁某所建立的家庭。总是伫这个后现代的时代，这个家庭有几啊种，一种是还未结婚就建立的家庭。一种是单亲的家庭，搁另外一种就是带后寿的家庭，搁一种就是失婚的家庭。兼且伫家庭的中间有爸爸妈妈离开过身，这个家庭有缘伫遐得到上帝听。现代社会共同的议题就是同性结婚的议题。伫今年6月份，伫美国最高等的法院有通过，同性查甫的甲查甫的、查某的甲查某的，会当建立家庭。也因为安尼，造成美国长老教会分裂，就是一部分的人赞成照圣经爱伫一男一女结婚所建立的家庭，但是一部分就赞成同性来结婚的家庭，因为安尼伫美国的社会造成，通讲是这个世纪上大的困难甲冲击。我相信伫咱台湾的社会，伫这段时间也咧讨论这个同性结婚，甚至伫国家立法这个问题，总是也无通过。咱要倒转来看圣经。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了后，所建立第一个家庭，就是伫爱甸乐园的中间第一个家庭，就是借着一男一女、一夫一妻所建立的家庭。咱今仔日要通过两段圣经来分享家庭的重要。第一个，咱看见伫这段圣经内底，
创世纪第2章18节甲24节，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了后，伊造人，大声造人，伊讲，伊看这个人孤单徛起毋好，要为着伊来找一个适合的匹配。这是咱台语的圣经安尼来描写。现代中文的圣经甲写做要找一个适合的伴侣。我感觉圣经伫咧描写真有意思，是适合的。台湾话甲讲做适配。咱知影，咱每一个人拢无完全，咱无法度找一个完全的对象。总是圣经讲用适配，翁仔某两个人有适配，生活愈久，愈感觉两个人面愈共，生活的动作愈共，因为食同款的饭，啉同款的水，佮困做伙，所以愈来愈感觉这是适配的一对。当亚当上帝甲伊做这个飞鸟野兽的时阵，伊讲袂当成做伊的伴侣，所以上帝就伫亚当困当面的时，甲伊摕肋骨来做一个妇人人。有时阵咱咧研究圣经真趣味，为什么上帝特别爱用亚当的肋骨？别个所在，上帝是全能的。伊有缘会当做啊，用头毛嘛会当做人啊，用脚趾头啊嘛会当做妇人人啊。总是上帝咧做妇人人的时阵真用心。那用头毛来做的时阵，妇人人就爬去你查某人的头壳顶；用脚趾头啊来做。查甫人要爱，叫伊来；无爱就甲踢走。用肋骨，咱的排仔骨，排仔骨是咧保护咱的五脏、心脏、肺脏、脾脏、腰肌等等这，表示妇人人扮演一个真要紧家庭的角色，要互家庭照顾好势，总是做翁婿。一个足重要的责任，就是爱保护伊的妇人人，甲疼惜、甲照顾所建立的家庭。所以，当亚当看见夏娃的时阵，伊就讲：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句话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是咧描写翁某的关系。这是咱当人常常将骨肉这两句话甲讲起是惊字。那照圣经来看，骨肉夫妇是一个骨肉的关系，骨甲肉爱连做伙的关系。我相信较下伫圣经的解说，总是咱当人一般拢认为惊字是咱共同的骨肉。五伦的中间，夫妇的关系上亲密。因为夫妻是同质，同款是用土所做的，是同等，无有先生较尊贵，太太较卑贱。伫今个社会，咱有看见，查甫人会当做的，妇人人会当做，伊嘛同款会当做。总是妇人人会当做的，查甫人无一定会当做。今仔日的时代，女性会当出来选总统，女性会当生囝，查甫就袂当生囝，所以女性会当做的，有时查甫人是袂当做。所以伫今个社会，通讲是一个男女共治平等的一个社会，互相伫尊重内底，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所以第一对三听的夫妻伫婚姻内底来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就是因为伫爱甸乐园的中间，天父上帝亲自为着亚当夏娃成做因两个人的媒人，同时也为着这对
的夫妻来甲因证婚，互因成做夫妇。到伫今仔日，人类也共款，一代一代经过中间，男女的结合需要伫教会通过结婚的礼拜，伫遐誓约欢喜，互相相听，无论富贵贫贱、健康还是软正，夫妇同心相听一体，三夫妻到伫永远。这就是上帝通过安尼来祝福人类，成做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一代传过一代。马太福音第19章第6节，耶稣讲：既然那是安尼，人就夫妻毋是两个人，是一体。上帝所配合的，人毋通分开。对基督教信仰来讲，伫上帝所祝福的家庭，一定要学习相听，到永远，袂当离婚。这是基督教信仰足重视的一项代志。除了婚姻以外，伫家庭内底，两个人需要互相的关系，用上帝诚做中心来建立家庭的婚姻。这是基督教信仰中间上重要的代志。圣经记载，上帝为亚当来做一个匹配来帮助伊。这个关系不是单向的，这个关系是双向的。夫妻人要诚做先生的帮助，伊不是软正，会当帮助呢是有能力。所以，好的夫妻人常常伫家庭内底要帮助翁婿。所有人讲，一个成功的查甫人的后壁有两位伟大的夫人人。第一个就是咱的妈妈，第二个就是太太。太太伫背后诚做先生的带导者，诚做伊的帮衬，为着伊鼓励、听伊、帮助伊。这个就是夫妻人真重要的角色。所以，帮衬者毋是第二等的，帮衬者是一个足重要的角色，伫家庭的中间。咱常常照圣经讲，丈夫是头，太太是帮衬者。这个头毋是一种的权威，一种的使命。头是一种的责任，诚做一个先生对家庭爱有责任。即使若无责任的时阵，就互这个家庭带来伤害甲痛苦。所以头甲身躯的连结，才会当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。所有人常常滚酸笑讲，先生若是头，太太就是颔棍。什么人来控制伊的方向，就是颔棍来控制。所以夫妇爱互相连结、合一，互相配搭、互相帮衬，才会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对基督教信仰的婚姻来讲，家庭是建立伫用上帝对中心、黄金三角的关系，也就是讲，一家之主。毋是先生，一家之主就是尊主做大。伫咱基督徒的家庭内面，真侪人爱挂一个牌啊，叫做"基督是我家之主"，基督是阮的家庭的主。意思就是，伫家庭内底，咱要尊主做大。无论什么代志，咱常常吟诗、祈祷、感谢、学乐。夫妇同齐做伙来做礼拜，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才会当迎神益人。这是咱基督徒信仰内底真重要的一部分。圣经记载讲，人要离开父母，甲伊的母结合。离开父母毋是不好，
离开是代表囡仔已经独立，会当建立一个家庭。进入婚姻的过程内底，常常咱看见为囝儿有缘爱倚靠爸爸妈妈来决定。几日咧，先生啉酒醉，叫警察抓着，伊家己无法度处理，讲你小等下，警察先生，我打电话叫阮爸爸妈妈来处理。是咱甲叫做妈宝啦，爸爸妈妈会小的囝，伊家己无法度处理，拢爱爸母替伊处理。当囡仔大汉结婚了后，要做生意，伊讲伊无本钱做生意，爸爸妈妈，你的老本会当小借一个无？要来做生意。结婚了后，认为伊要做生意，伊要做事业，都爱家己有拍算。当然，爸母会当担保来甲伊斗相共。还有一种的情形，就是囝已经结婚了，总是妈妈拢袂放心，讲我迄囝食我食饭吼，我煮饭互伊食30几年啊，等新妇毋知煮饭煮好袂？这个大家就咧指导新妇爱甲饭煮好势，囝食了才会健康。你想安尼敢好？安尼嘛毋好。咱知影结婚了后，应有一句话叫做 “let go”， 互因去来建立一个新的家庭。最近还有一句话叫做 “let God”， 搁加一个字，就是互上帝真做因的帮衬所建立的新的家庭。两个无同款的个体要真做一体，真需要学习。兼且咱今仔日伫咱中间有真侪结婚久久的家庭，也有一对后个月要结婚的家庭。家庭的建立需要学习，需要双方的吞忍、坚持、甲珍惜、到永远。家庭毋是只有靠爱情就会当维持到永远，因为爱情感觉一下久就无去啊。所以伫网络内面看到一段真趣味的话，安尼写讲：婚情是天作之合，结婚了天天不和。婚情无你我会死，但是结婚了，逐工拢互你气死。婚情你是我上爱，婚后我一生拢互你害。这国语讲了较好势。婚前你是我的最爱，婚后天天我一生被你害。婚前爱你入骨啊，婚后望你入土啊！要怎样两个人会当结合，成做一个应神益人的家庭？新约伫保罗有所书内底有写，讲夫妻要存敬畏基督的心，互相来顺服。做妇人人的，要顺服家己的丈夫，亲像顺服主；做翁婿的，要疼你的妇人人，亲像基督疼教会，为伊放下性命。这是一个保罗通过婚姻的关系内底，用基督甲教会来比拼两个人的关系。做先生爱疼教会，亲像基督疼教会；做妇人人爱顺服丈夫。这种的关系，这种婚姻的原则，才会当互咱建立一个美满、三疼、幸福、快乐的生活。家庭是教会稳定的基础，所以当咱会当照圣经的原则，咱才会当经验，亲像花伫咱的家庭内底愈来愈芳，会当亲像蜜共款，
愈来愈甜蜜，亲像酒同款，愈来愈交愈相疼的关系。上帝要通过家庭来祝福咱，到伫代代咱的子孙的中间。咱要对这段圣经来看，第3项就是珍惜保护活伫当下，珍惜保护活在当下。亚当夏娃生活伫上帝为着因陪伴迄个足水世间上水的一个所在，就是埃甸乐园。上帝爱因伫遐享受上帝所享受的一切。兄弟姊妹，上帝互咱伫婚姻内底嘛同款，互咱会当享受上帝疼甲祝福。上帝爱咱活在当下。有一对夫妇结婚了后，一段时间，先生邀请伊的太太讲但一段时间大家拢做无闲，咱是毋是会当出国来度假旅游？太太甲伊讲即摆咱囡仔阁细汉，爱请囝大汉，无你去就好啊。渐渐囡仔大汉，先生阁邀请太太讲咱即个时间囡仔大汉咱会当出国来旅游来度假。太太甲伊讲，等你退休啦，退休咱较有时间，咱才做伙来去佚佗。真正先生退休无偌久就休去因无法度活在当下。上帝互咱伫婚姻内底，伫少年到伫年老的中间，即使少年有囡仔的时阵，咱会当互丈母讲无你小悬照顾1礼拜阮2个人要来度假。咱若无活在当下，时间就过去咱会带着真侪遗憾伫咱生命的中间。祝福咱在座所有的家庭，咱来活在当下，留一寡时间，互2个人会当做伙出国旅游，来欣赏上帝美妙的创造甲业力。这是生命中上幸福的代志。咱看亚当夏娃伫上帝所享受的这个水的爱殿乐园内底，因嘛无活在当下，因敢若目睭紧紧咧看迄个分别善恶果的果子上水，食了会甲上帝同款，怎伫遐来引诱伊？当犯罪了后，上帝来到因的中间，亚当无负起红晒责任，讲上帝是咧我做毋对你刑罚我就好，你唔好刑罚我的太太，是我做毋对，你刑罚我就好。因敢有安尼做？罪进入这个家庭内底，本来上恩爱迄个骨肉的夫妇，变做互相推卸责任。拢嘛是我的太太叫我食，你看，迄个分别善恶果搁囥伫那后，还未吞落去呢，拢是我的太太。太太讲，拢是蛇叫我食。伫这个家庭内底，本来是一个三疼幸福的家庭，因为某一种的代志，所以这个家庭产生问题，互上帝赶出埃甸乐园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，伊讲，咱每一个人手中拢有5粒球，第1粒球就是家庭，第2粒球就是工作，第3粒球就是朋友，第4粒球就是健康，第5粒球就是灵魂。讲这5粒球内底，每一个人拢有，但是敢若1粒是塑胶所做的球，落去伊会跳起来。剩的4粒拢是玻璃所做的，落落去拢碎去你想落落去，佫跳起来，5粒球内底是倒一个？
工作。可卡可拉的总裁讲，伫这5粒球内底，只有工作是跳落去、落落去，过会当跳落来。今日这个所在无工作，咱搁推另外一个工作。总是婚姻若破碎，人生就破碎；健康若破碎，一生都去啊！可卡可拉这个公司的总裁讲：人唔通为着趁钱咧卖命，因为钱4骹，人几骹，人才2骹尔，永远拢做袂到。都爱甲公园工作爱做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咱爱甲家庭过好势，健康过好势，爱有好的朋友，会当互相有交陪，都爱有好的信仰，做伙敬拜上帝。上帝要赐福咱有幸福快乐的人生，各方面拢爱平衡。伫这5粒球。要记得无？第一个是啥？家庭、工作、健康、朋友，甲咱的灵魂，拢爱照顾好势，咱才会当享受家庭的快乐。传道书第4章第9节，伫拄则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传道书作者所罗门王安尼讲：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较好。你有感觉无？你拢无感觉。两个人，圣经讲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较好，因为两个人合作的效果更较好。这是所罗门王伫人生智慧的经验内底所提出。两个人，夫妇两个人互相帮衬，互相斗相共，互相支持、带导，互这个家庭来成做上帝所祝福的家庭。伊讲，一个人跋倒，另外一个人会当扶起来；两个人会当抵挡一人的攻击，单身抵抗就无把握。上帝赐福咱的家庭，咱拢爱好好来甲伊珍惜，因为两个人效果比一个人更较好，所以上帝就安尼来赐福咱伫咱的家庭内面。伫《心灵鸡汤》这本册内底，描写一段话，讲爱内底、爱情内底，嘛同款有5项物件，是咱用爱来表达。第一个，讲话，讲安慰、造就、体贴的话；第二，工作，这个工作就是家庭内底，甲家庭整理好势；第三，就是送礼物。结婚纪念日、生日，太太的生日爱记的送礼物。第4项就是接触、拥抱。伊讲，咱囡仔的时阵，咱的妈妈常常甲咱疼、甲咱拥抱。伫婚姻内底，拥抱嘛是同款，会当感受到疼一种的方式。第5项理由，今日牧师拢互恁5项啦，5较紧较好学。伊讲，咱伫婚姻的生活内底，夫妇的中间，都爱知影你的太太爱什么物件。请问咱中间的先生，你毋知影你的太太？你太太若坐伫边啊，你敢知影伊爱什么物件？这5项内底，即使咱的太太若是爱礼物、爱炫少、爱黄金，咱就尽量买小礼物给伊，伊就足欢喜、足感谢。咱毋是逐工甲伊讲好听的话，安尼时阵伊无感觉到。咱另外一半，伊若是爱旅游，拄则有讲，咱就爱花时间陪去旅游，爱伊所爱，咱伫遐用爱来表达。拄则有5项啊，对无？即马佫5项，对5项。第1项，讲好听的话；第2项，
伫厝内底家做牛做马。第三项，送礼物互伊生日、结婚纪念日爱送礼物互伊。第四项，爱甲伊拥抱，表示疼的感觉。第五，爱带伊去旅游佚佗。咱做先生，转去想看卖，去问你的太太，看伊这5项内底，伊爱对一项。那安尼时阵，你会当用伊所爱来满足伊，互伊感觉欢喜甲快乐。爱着落远的爱情，除了真爱、真正爱以外，就受一生的名誉 （covenant）。这个名誉甲契约是无共款。契约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两个人的义务甲权利。解约了后，关系就结束了。譬如讲，我去租厝，租厝要有一个契约，时间满了后，两个人就无关系啊。空起来，两个无关系。但是名约唔是安尼，名约是用血来双方立约的意思。这个中文叫做歃血为约啦。用血咱知影。什么叫做用血？咱古早的时代咧结拜，一定是手爱灌血流出来，表示这个是久长的双方要将我的性命、我的灵魂交托给你，袂当背约。人若背约的时阵，就带来伤害甲痛苦。你想安尼对唔对？今日伫咱的家庭内底有外遇、有小三，这种带予家庭真大的痛苦。咱就是破坏上帝予咱的名誉。上帝赏赐的，予咱的匹配，咱就听伊，甲伊到一世人。请问，这个名誉到底什么时阵会当无关系？就是到底对方咱的所爱的另外一半无伫世间的时阵，这个约就无存在。当然有人对方过身去啊，咱爱的太太先生过身去啊，伊嘛永远听伊，无搁结婚，这嘛是一种的名誉。总是咱知影做先生的真需要太太的帮衬，所以即使另外一半若过身去，照圣经的教示，咱就是会当搁再结婚，来建立一个新的名约的关系，到底久久长长。所以夫妇伫婚姻内底是一体，是命运共同体。所以咱看见上帝做亚当的时阵，用什么会做？用土所做的，对不对？太太用什么所做的？用土中的土所做的。所以这个家庭若出问题，这个家庭就会安那三个土连做伙，叫做土土土。因为先生是土所做的，太太是用土中的土所做的，所以这个家庭若出问题，都三个土连做伙啊！上帝祝福伫咱所建立的家庭婚姻内底，享受上帝应允甲祝福到第一世人。所以伫上帝听内底已经结婚的人，咱爱正做一个守信守约的人，信实守约的人，甲咱所听的妇人先生做伙经验生命恩典到第一世人。即使若是单身也未结婚的，也当正做守约的人，正做上帝荣耀的器具。也未结婚的人，会当祈祷上帝为你准备白雪公主、白马王子来到你的中间。高志明牧师为着幸福家庭所写一首诗歌，
伊安尼写讲：幸福家庭，人人相疼；幸福家庭，光照社会；幸福家庭，兴旺国家；幸福家庭，造福人类。上帝赐予咱每一个家庭，成做幸福的家庭，来为主做见证。咱同心做伙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赐落伫阮的中间。你知，阮一个人孤单徛起毋好，你为着阮准备上好的匹配，帮助阮，互阮做伙经验生命的恩典。感谢上帝，你伫阮每一个人的婚姻内底为主做见证，也兴旺伫主的教会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你将真水的家庭的关系放伫阮的中间，因为家庭就是阮教会的基础，也是社会的根本。上帝，你赐予阮每一个家庭是夫妇相疼、相帮衬、相恩爱到永远。愿天的上帝，你赐福伫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也通过最最家庭，通成做上帝你荣耀的器具，献上阮的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